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全民台会，我是王小琪。我哋到了安江嘅福邦屋，呢大部分呢係新竹祖辈嘅新雅屋哦。大家知道呢新竹呢近年來呢發展到東郊，尤其係到祖輩，當年啊做啲新增加呢個新生意有2500間哦，所以呢個人口嘅新種係全台灣提價嘅，所以相對到安多嘅人數呢，呢見到嘅共強嘅投入環境也係非常安重要嘅。簡單嚟講，就係第一個公力嘅有依然多大有那麼，呢個家中建擺到成日呢送去有依然嘅時間，全部係是手簽呢，你手到嘅機會有動態，所以對家中嚟講也產生嘅動態嘅困擾。還有除咗染所嘅實施之外呢，整體嘅環境還有整體政策嘅機制有哪排麼？有合乎到呢個高度城市發展嘅提起佢哋嘅需求麼？全面大會基本係喺度準備籌到咧呢個幼兒教育界嘅所有嘅鄉親朋友，大家共下關心呢個議題嘅嘢，對共下咧探討用一個政策係佢哋最需要嘅，讓彼此到開會嘅現場。央片為大家紹介裏邊，第一位呢紹介係新竹人情府社會處嘅副處長童紹通副處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早。歡迎搶錯。第二位裏邊呢紹介，其中係新竹人情府教育處嘅一個幼教科的科長楊淑婷，楊科長早。主持人早，各位鄉親大家早。歡迎。第三位裏邊紹介係新竹的清華大學幼教系的主任謝明芳，謝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早。今日紹介係新竹人幼兒教保學會嘅理事劉美喜，佢同時也係幼兒園嘅園長劉美喜，劉先生你好。大家早。歡迎社會裏邊到你共下來關心討論呢個議題哦，按個現場當到又係呢個幼保幼兒教師，還有當到嘅家長爸爸媽媽，你都大家安早。呢下呢大家知道要進入暑假了嘛，哈。各地的公幼開始辦抽籤了哈，所以要讀幼兒園的小朋友呢，就是所謂學齡前的幼兒，在這個6歲以前，就是2歲到5歲這個區間的小朋友，在這個時段就準備要進入到幼兒園所。那有一個怪現象也很奇妙哦，就到了這個時候，爸爸媽媽會提早很多年帶這麼小的小朋友去拜文昌帝君啊，用辦為拜呢，希望講抽到一個好嘅那個運氣，可以抽到公幼。真正有安難哈，先透過下部嘅新聞樣片，從下來探討，從係新竹來講，呢個公幼係咪真正非常非常安難？全推少子化，新竹電動冇強用，尤其祖輩3年到3年人口嘅關係，當年平均有2500個新生兒，人口新種係全台灣提價嘅。不過，學齡前幼兒投入嘅共強環境是有係最不足嘅，尤其係便宜又有保障嘅公幼係大家都會搶。32歲當學生嘅懶媽媽有3個生意呢，今年有2個會送去幼兒園，佢當然想會送生意呢去讀公幼，不過機會當少。最希望就是說，他們都可以去上公幼，那其他家長也會希望啊。我就想說，為什麼真的公幼真的好少？非常的少，而且名額大家都真的是搶破頭。你可以去看看每年就是算出來，他們就是算錄取率，都是大概都是可能我看有沒有超過10%、5%都沒有。今年我哋缺額啦，我哋學生數的缺額是7023，但是咧報名我哋抽籤嘅人只有273，所以有203應該是排隊的後輩啦。而且放棄資格哈當少，所以該備取人。太低的冇機會有拖。去年將創立學校嘅準備溫馨國小，19之處就設計了4班嘅正規幼兒園，環境都好，有專用嘅設備，係新竹人政府105年時間到準備新設嘅園區之一。那其實從101年以來，我們陸陸續續已經增設相當多的一個附設幼兒園的部分。那像在竹北地區的話，包含我們現在所在這個安心附幼，那還有包含東興興隆，那還有我們比較稍微偏一點的我們的麻園的部分。園長邱江順講，107年前為增加100間嘅公幼，3萬塊錢學校，12次有動唔係求學校管體。
新竹县政府一直在增，但是可能各乡镇市公所也一直希望能够减哦。那我竹北事实上是真的减了好几班，所以其实总数来讲，成长的相当缓慢哦。这是我们县长的政见，但是到今年终于达到100所哦，其实也相当久哦。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达成了。但是其实每年增加几所，比起我们的出生率来讲，真的还是缓不济急呀。从今年竹北县增加的主因、马染、温馨、动回事件共有，不过强用到竹北，包含了竹北市立幼儿园、老马染、线上分班就全部拆退了。为得到温馨嘅投入人数，家长还系为强，还系为排列的抽签。什么样子的人口条件产生什么样的养育幼儿的需求的这个背景，可能要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透过这个图哦，从全台湾各地的这个出生率来看哈，到底哪一些地方人口生得多，就人口的成长速度是快的，哪一些是慢的？我们就从这个绿色的区块来看，颜色越深的，我们看到其实就是集中在这里，桃竹苗这3个地区所夹成的这个三角地带，它是深绿，对不对？它其实的这个人口的出生率是相当高的，而且已经占了全台湾最高的比例。那我们看到像云嘉南这边是颜色偏白，对吗？所以这边呢是老年人口多，但是是少子化。所以我们看到一样一个台湾岛，其实在人口的这个成长跟分布上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呢在新竹地区，它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接近是一个像高度新兴发展的城市，它的人口成长是一年比一年高。我们就从举90年的例子一路攀升往到现在，去年度105年，它的人口成长数4万、6万、8万、10万，一路是直线成长，完全没有曲线，完全没有下降。所以来到今年，现在光是我们的竹北的地区人口呢，近20年来，不但是直线上升，到现在也将近17万、快18万之谱了吧。所以以这样相对来讲，这个人口一直增加，然后呢，它的这个人口的相对是年轻化的情况之下，有的家庭就会生养第2代、第3代。那生养了幼儿，就需要一个好的幼养的环境，来一起把这个带大。我们先来开放现场，有没有妈妈们愿意来分享一下？这位举手的小姐。周围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是小孩2、3岁的，前阵子就在烦恼说怎么办要抽签的事情，就真的前阵子，然后网络群组都在讨论。那因为名额真的非常少，是。那如果就变成说公幼的选择性很少，那如果送私幼的话，良莠不齐，说真的。然后也会有担心说，像一些我们现在新闻案件看到这么多让人家担心的状况，然后我们也在想说，政府是不是真的在私幼这个方面有做到把关？比如说安全的一些那个检查，或者是师资的一个考核之类的审核，对，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家长一个安心的空间？你可能2、3年以后才要送孩子去幼儿园，不过你现在就要开始筹谋，开始担心了，而且私幼都很贵，都很辛苦。好，这个问题我们待会一并好好讨论。先谢谢这位年轻妈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竹县到底这个公幼跟私幼的供应量是什么样的程度？是那么不足到让家长忧虑吗？我们是排出了从新竹13乡镇这个每年学区内的2到5岁这种幼生人数多到寡哈，前5名就是人口最多了。我们看到分别是竹北、竹东、福桥、信凤到冠系，竹北是一枝独秀，遥遥领先。每一年这个学区内的幼生人数来到了12057生人，係最高。甲隔壁偏甲主动呢，也唔會少哦，有3400人生人。他靠，你國內群動哈，到底這個新竹縣全縣的這個公立幼兒園數大概不到80間呐、私立幼兒園大概有150、160間左右。我們就來看收不收得下這些學生。來看到公幼的招生比，就是它開放出來的這個學生額度，公幼在竹北哦，只有8%，也就是說只招收830人，1萬多人當中，我只取你830人。所以難怪乎那年輕媽媽講說，左抽籤右抽籤抽不到，媽媽們真的很超凡。我就借着這個來問一下，我再請教現場，也有我們一個民間媽媽自發社團小村子的創辦人高雅雪高小姐，請問，在以竹北的這種產業特性來講，你所接觸到的媽媽們、爸爸們、這些家長們在帶這種學齡前的幼兒，面臨到的比較大的困境是什麼？事實上我也是很典型的，就是新竹，因為竹科的外移人口，所以其實沒有婆家娘家的後援。然後呢，因為生了第2胎之後，你的諸多的經濟考量，你會發現說，哎，我與其
与其去工作，然后蜡烛两头烧，我不如在家带小孩的，我的效益还比较高。是。那于是，其实，在新竹很多妈妈是这样的考量，然后于是她就当了全职妈妈。当了全职妈妈，其实，在当全职妈妈是需要学习。我们就发现说，自己被捆绑在小孩里面，再加上爸爸长时间的工作，其实你没有任何的替换手，或者说爸爸的参与度也不是很高，他当然工作也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情况下，竹北或是新竹很多妈妈，我们接触的妈妈，常常我们丢出一个什么产后忧郁啊，或者说妈妈就快要崩溃了，其实会引起非常非常多人的共鸣。所以这有个人家庭结构的因素，然后也有外部环境，包括说像公幼数太少，或者是在私幼的这整个品质上也没有太信任的情况之下，其实你们感受到的是养儿育女有时候是要咬牙吞忍才有办法吗？对，你几乎是你会觉得说，我需要一个支持，我需要一个好的后援和支持系统，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帮你的忙，而且还有那个你的心灵的寄托，你的情感的依靠。就是很多妈妈反映说，我没朋友。是，谢谢两位妈妈。你甲国家紧讲吼，要冲这个生育率来增加国家的竞争力。不过也谈到，像这年呢讲出来都会送去特效吼，两团事件需要共强化嘅提升，还有政策嘅优势係非常安重要嘅吼。咱问题应该先有请问，你甲讲易燃，现请问二张问题啦。你甲讲入嘅有易燃嘅数量为多，要有普及性，要公共化，你系动重要嘅事情系嘛？因为念私幼真的是很贵。所以需要很多的公用啊。以104的第2学期来说，全部有在读书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全台湾有30%可以念公立，但是新竹县呢不到20%，竹北呢就是像这样7.62%，又更下降。对。那因为其实现在教育部比较要求5岁以上要全部入学，不然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读书不管是家长觉得不用念，还是抽不到公立就不念。刚刚听到妈妈们其实是带得很辛苦，他们需要一些澳元的。对，但是也有的家庭抽不到公立就不念了，或者就算能念公立，但是公立太早放学，他妈哈办，他也不念了。那所以，但是以5岁以上的来说呢，全台湾有1/3，大概33%可以念到公幼，或者是加上非营利，但是新竹县只有23%，竹北呢就是不到14%，那因为这样呢，就是刚刚讲到我们小孩子多很多。除了刚刚讲到这个出生率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别的县市生小孩以后搬到竹北来，所以竹北呢，如果我今年的2岁，我看到的是2200人，到明年的3岁可能是2300人，就是0到6岁每一个年龄层每年要增加100人，这个过去7、8年这个趋势其实不夸张，所以这个。就是公幼就是很少啦。再举一个例子哈，从民国这个80年到现在24年了哈，我们这个新竹县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本来是1.84%，现在是2.3%，增加一点点。但是0到4岁的小孩的比例，我们本来只有2.07%，现在是2.88%。最近14年，全台湾的幼儿人口0到4岁少了26%，是。但是新竹县只少14%，新竹县为什么少的比较少？因为都多在竹北，竹北比14年前还多了50%。所以这些数据都在凸显一个需求，就是那个幼儿园数，不管是在地生产的，或是外地移入人口所带来儿童来就学，所以那个。因为这就是需求嘛，就像我们花东的铁路一样，其实班次是有，这些园所是有，可是因为我们的需求端量很多，所以就凸显了公幼的不足。那为什么这几年来成长是你觉得是慢的呢？成长很慢是相对于我们人口小朋友增加的速度来说太快了。但我们最近10年确实公幼增加的很慢。教育处的杨科长，我先请教哈。我们现在听到目前知道公立幼儿园在某种性质上，它是在保障弱势，可以让一般生可以有从优入学的这样子一个照顾的政策。那不过从新竹来讲，我们现在看到需求量是这么大，这几年来做的这个成长，目前还是够不上这个需求数吗？目前来说，就是县府在面对公幼不足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在过去，我们大概就如同主持人所说，我们大概会是先以偏乡地区的一个部分来增设公幼，因为毕竟私幼的部分在偏乡社园的机会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是优先是以服务我们偏乡地区的孩子为主。那当然，偏乡地区可能我们在公幼设置的大概都差不多的时候，当然回过头来还是要顾及到我们比较都会区的一些
些地区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在竹北地区。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做法，那在比较早期，可能就是用我们国小的一个闲置空间来去做一个空间的设施设备的改善，是来做我们妇幼的一个增设。那当然近几年，那因为我们知道闲置空间其实真的不易取得，所以我们在做新社校的规划的时候，其实就有同步把幼儿园的空间把它纳入量体里头去做一个规划。那当这个学校成立的时候，其实这个幼儿园它就可以直接就是产生这个妇幼的一个设置。目前以来讲，有新增的，也有被删掉的。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假设我增了4个，然后删掉3个，一增一删，其实进度一样缓慢。那像这些是有在考量之内的吗？其实101年在做幼托整合的时候，那其实全国大概各乡镇市立幼儿园的部分都会面临一个状况，就他们过去在托儿所时代的时候，他们的建筑物可能当时并没有我们不符合法规或太老旧之类，就是可能建筑物老旧，那可能包含它可能当时是没有使用执照的一个状态下，但是现在变成幼儿园之后，它的法令规范是统一，都叫做幼儿园的时候，那它的一个要求当然都是一致性的，所以这些会裁撤的这些。也是自然的退场机制，因为他们都是建筑物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克服，所以你也无法从优辅导或转型，这个是没有办法。假设说他退场，这些学生的人数就要转到新设的学校，那所以县政府两下都上忙都要滚进土，希望紧到来补足这个量。好，就从这个问题，我们先谢谢科长。那我们刚刚讨论到了一个主要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公幼很少，私幼很贵。我们先做短暂这样大分类，所以呢，应运而生的就是所谓的非营利的有依然，它介于公幼与私幼之间，那它的尤其学费是介于两者之间，是属于比较中间值的哈。公幼1个月4、5千，私幼1个月好的，可能高端的幼儿园可能到了2万，那非营利就是在7、8千之间呐哈。那家长有35%到40%的这个学费是由这个政府来补助，同时因为它定位的是公共幼儿园，所以由政府提供土地建物，然后由公益法人来承办，然后不得盈利。他只要赚到的钱，所有的盈余应该归零。那有的钱呢，就要拿来改善他本身的就学环境。所以看起来，公幼跟非盈利，我们可以视作一挂，在这个就是托育公共化的这个政策，希望让家长可以比较满足比较多的需求。那私幼是属于市场取向，它有可以更多元、更活泼的课程，更优质的选项，可以让有能力的家长去做自行选择。那现在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我要请教我们的谢主任，从幼教的观点哈，因为老师在学界，不管跟产业界或者是政府部门有很多次的沟通讨论，我们现在也在修法。我们知道我们的小孩子其实从小就鼓励要优养，老师，优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在我们送小孩子进入到这种专业的幼儿环境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是我们家长可以考虑的，哪一些是我们政策也可以多加思维的？我们请谢主任跟我们分享。好，我想在一个所谓的幼教公共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有它的一些必要性哈，因为我想它强调的其实是品质很优良，然后价格很平价，那它其实希望照顾的是一个普遍大众的，对，然后它也希望是照顾弱势幼儿族群。我想这个是从一个政府角色它的一个出发点来看，所以它其实有它的一个必要性。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管控下面，它所呈现出来的品质，其实它有一定的保障。好，我想像荧幕上写的公幼重视所谓的自然生活，好，那我不知道说大家对自然生活的看法是什么？可是其实我们是从很多的实际的游戏里面，我们去培养孩子很多的能力。好，我想说，例如说讲故事。好，并不是只有单单讲故事，而是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讨论说，这个故事的主角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故事他所要传递的讯息是什么。好，那其实我们是在这样子的故事当中，我们去培养孩子的一个思考能力、阅读能力。两篇也会听闻，你民间哈，尤其係到建营查，你都要对两种嘅非营利有依然嘅建营查講推廣要嘛嘅困法。那私幼经过政府从100年之后呢，幼托整合其实不断在这个硬体跟软体方面呢，都有很多的进步哈。那么甚至很多的私幼经营上呢，是品质上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我觉得说，非营利幼儿园一定是要由公教来主导吗？那竹北来讲，的确这个公幼是不足。但是私幼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啦，并不是每家私幼都是招生满额啊。好，所以如果说能够利用现成的设备跟师资，
那么已经经营的相当上轨道了这个施幼，然后来在园里面来推动非盈利的班级好或释放一些这个收费比较低廉的，是来顾及这些弱势的家庭跟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都是有利的方式。是，先谢谢你这边建言，好像隔壁也有这位也是园长对吗？我们也请园长来谈谈你的意见。好，综合我们的公幼、非营利还有私幼的差别在哪里呢？刚才已经有分析出来是没有保障弱势生。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私幼的社会责任，我们都愿意帮忙。好，然后让这些幼师生呢，比较弱势的能够就近入园。好，每园可以帮忙招收5到10名，其他的费用我们自行吸收，就是以那个非盈利的价钱，国家补助给我们，补助给家长，不是补助给我们哈。然后家长担心的，譬如说空间的这个要有安心的空间啊，还有这个品质。这些都请放心。该刘先生该就请问，大台了解民间个游击战就做过爱用个大表模，就可能到那个形式，把它变成一种整合，然后其实让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方便不方便，好不好，就很快的可以进入到这个体系。一个政策目前定下来，非营利是这样子做，可是它是如果它能够变通，好，假设那是不是我们有2个建议，2个想法？第一个，就现有的私幼。能不能让大家也能够一起参与这种社会公益的事情？所以每个幼儿园，我们愿意的，我们可以挪出一些人数，可以收取非盈利的学费的孩子，是不是这些家长不用为了去抢破头，可以就近？就像刚刚的园长所说的，就在离起步家门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收托，那就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是第2个。如果愿意转型的私立幼儿园，是不是政府也能够用等同的想法去判断它？怎么说？你今天愿意花几百万去找一个闲置空间，去做整理整修，再委托一个可能没有任何幼教经验或者概念的一个社团法人，就要从头做起嘛。从头做起。那为什么现场就有这么多的私立幼儿园不来找我们好好的商量？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转型？原本你必须要花在这些的费用上面，是不是可以补贴一些在这些私立幼儿园上面，让大家一起来心力心学，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去想我国家就要只做公幼跟非盈利。谢谢老师。那这样听起来，这不单单只是说私人经营的幼儿园有从中获利，其实对家长对幼儿也何尝不是一个好选择？老师你怎么看？我想就是说，如果整个配套措施是可以完整，其实当然是乐观其成。那不过我想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就是品质上面的把关。好，你的教学、你的师资是不是都有符合一个高标准？那如果你在收取政府的补助同时，我相信政府也会给予相当的一定的要求，或者是查核，或者是需要是那这一些是不是在私幼的业者，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规范？他愿不愿意有专家教授定期寄到幼儿园去辅导？那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后续需要去讨论实际配套的部分。如果现在非盈利变成一个政策的主轴，那既有的民间基础也要好好利用，不要浪费的情况之下，可以事半功倍的情况之下一起发展，那大家当然是大家乐见。不过现在有哪一些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长年以来的现况，也必须要被大家公开了解，然后甚至可以有进步的空间。我们来听听大家不同的想法。其实我也想要做分盈利啊，可是问题是政府的门槛非常的高，那个不是我能够踏进去的。我有心想要自学，我有心想要帮助我身边的孩子，可是门槛太高了，我根本攀不起。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状况是，我们今天再来讲私幼。以前有一句话叫做说，了钱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你今天花了那么多钱来盖一个学校，你要告诉我说你要以不盈利来那个，我讲基本上是很难的啦，哈。因为你必须要永续生存，这样。当然。好，我们今天再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是人还是商品？我希望想的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吗？被照顾者跟照顾者，基本上你要让家长做到安心放心。你知道那个老师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精力，可是在这个东西当中，政府有没有看到？
政府看不到，他只知道用高压来压我们。用高压来那个，比如说像保姆，你就要有4项的检核。当然我知道你要品质好嘛，可是问题是你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这种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回馈给，就是回馈到幼儿教育这一块。在讨论说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是最好之后，其实那个人呐、不管是幼教师或者是教保人员，他们的整个劳动的薪资条件跟整个教学的品质是环环相扣的。从这样一个理论出发，不管是公立、非营利还是私幼，它的园所的体质怎么样，在我们政府的政策关注之下，能够更重视到这个各个面向。不知道其他乡亲还有没有要提出你们不同的看法，也都一并发言。那我会想要选择公幼，其实无非就是想说公幼或者他的那个老偏医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会觉得他的师资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一定都是考试，就是经过完整的训练之后，有师培，因为他就是被有要求的。对对，那也因为这些老师，其实我相信现在在到处游走的老师，在私幼到处游走的老师，他们也是很好的老师，可是他们也挤进头想要进到公幼，因为为什么？因为公幼的薪资比较高，这是很现实的事情。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是不是私幼的老师的流动率也会高？老师的流动率高，他会留在就是用心的去，或者是即使他用心，可是他的时间待不长，孩子他需要一个稳定跟一个稳定的的照顾，所以其实政策要整个提升，但是有达到这些需求的面向点上吗？还有没有乡亲要来发表讨论的？我先讲2个概念，就是说见树不见林，因为大家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上面做自己看得到的事情，所以很容易会落入见树不见林的，就是只看到自己看到的部分，看不到别人的部分，不管是我们或对方都是一样，都不够整体。是。那第2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重申，这不是一个好人之间的战争。觉得就像前面最早介绍小春子、高雅雪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许多的民间的妈妈，尤其在新竹县市甚至竹北，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有许多的伪单亲、类单亲的妈妈，她其实是非常有能力来出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公部门它其实可以做更多。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问题聚焦在幼儿园才能解决幼儿的教育、幼儿的托育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解决方案都限缩在这个体制里面。就政府你要去设多少多少，其实问题不是这样光解决，民间的力量很多，但是重点是那些力量怎么整合跟运用哈。因为就像有些朋友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也许在座各位的一些乡亲，你们回想在现在这个世代的上一个世代，回推30年、50年，在还没有这么多就是幼稚园，不管是公幼、私幼都不管，没有这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怎么被教育的？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成长的？这件事情回归回来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商品化的事情突然就模糊掉了。以前就左邻右舍互相帮忙照看，一村子带大一群小孩啊。是没错，就是我们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创新，就是必须去利用民间的力量，但我们也理解到。公部门有他做事情的限制，有他的一些部分，他们不能去施展手脚部分。那民间的力量其实非常的大。是，这样我听到一个重点，先谢谢你。该副组长安排谁哦，不宜凑到用规照先挑哈。不过啥哈那个议题就是让你有关系。到那个前提，你都在讲前提好嘞，好改那个富裕个友善环境哈，让政府那边挑个个做法，你看到嘞，为了个做法有可能会有很较创新的么？刚才我们也有。妈妈提到，就说我们现在妇幼馆所设置的托育资源服务中心，确实在一些课程或者是服务量部分，确实受到一些限制。那未来我们其实就今年中央在主打的这个前瞻计划里面，那我们也透过城乡发展计划这一个区块，我们去争取，希望是提升我们妇幼馆的。它的一个整个不管是主体或者是未来服务的空间，都能够扩大。同时我们也希望在亲子教育或者是妇幼福利或者是亲子这些游戏的这些资源都能够符合我们乡亲的需求。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1-2年会主打的部分。那另外我们也跟教育处来积极合作，就说我们也希望在竹东地区能够盘点一些闲置空间，能够扩展我们在西南地区的服务的一个进变性。希望我们西南地区的新手父母也能够得到更进便的一些
我们这个优质的一些妇幼的一个支持的服务。所以唐月其实了下几福普们，记得还是这个在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还是希望可以透过争取预算啊，或者是更高更上位的一些比较整体的政策，希望在政策方面更多推陈出新的一些做法来服务乡亲。我们就看到这个OECD， 它针对45国家的这个学前教育，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幼教的这个系统，这个教育的这个阶段，来看到台湾的整体排名是在末段班，是排第30个，韩国还排到第10，香港第19，日本21，新加坡29，所以我们是在后段班。但是怎么评比，我们来看到，其实它所谓讲到的这个可负担性的排名，也还是排在后面是第22，那可获得性是第39，所以不管是指说在对于这个幼儿教育环境的资源的取得，或者是家长的负担，都在这些国家来讲是比较偏中后段的。然后显见一个结论就是，公幼数太少，然后呢，私幼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之下，他们还需要更多公开的交流，学费的负担也是比较高的。那政府投入幼教的预算偏低，那个幼上个款钱出台那个人所个供应资源呢，还有哪种内容，系那个政府部门做得很卡有想法个，民间也做得提出七价个，做得做得多的事情，大家共下来做的。请 BB 哦，你好棒哦，喷喷，手手。年发发嘅下晝，阿公突然將水辦嘅時陣呢，都富有管理高，強烈嘅環境、親善嘅設施，按專業嘅遊戲設，本府權提供嘅野外家中都起到溫馨。因為倆熱天亮嘛吼，按就安全嘛，一對一哇吼，按照顧成人好唔會太多。覺得這裡比較安全啊。做年齡分層對家長來講比較安心。對啊，一定的啊。我們也有很多的志工老師都願意幫忙，就是都會就是平日可能從竹東啊或哪裡，就是特地來幫小朋友上課這樣子。新主任202年將心力嚟投入資源中心，而開始經費225資源不足，天天呢掌控台父母嘅對象。該中用嘅話，基本應該70%嘅費用。剩下來改善區，然後我哋是縣政府自家來自籌來運用。不過到單日起點正位，然都整體投入青山環境，還係相對合唔來。在新竹市，事實上，他們把很多這個里辦公室也好，社區發展協會的空間也好啊，就是盡可能的讓它活化，所以它讓很多家長們可以平常白天帶着孩子來這裡活動。哦，你只要付很便宜的租金，然後水電你們自付。但這個在我們新竹縣，目前並沒有普遍的這樣子在推動。我們等一下有3桌，每一桌上面都有紅黃藍。各種世界小機構、台語設置都搞到阿曼強樂。你係新竹市媽媽自發團體，社出呢盤解親子強樂法堂，民間七家類用付出機制強下類土石呢。因為覺得這個活動蠻有意義的，就可以帶小孩來體驗這樣子，然後認識其他的小朋友。因為我之前沒有接觸，就不知道有這種東西，所以就只能自己在家裡帶他，然後就也學不到什麼。所以我希望孩子是真的就是這個年紀就是快樂學習，因為未來他們18年都在念書。我們做陪葬。成日呢，都塗小好金錢，有各種階段嘅培養細丘，環境嘅優勢係需要政府強下重操嘅。教育如果好，是全民共好，那所以政府投資教育是理所當然。可是他投資，他需要看到成效。那為我們未來的國民投資，他其實沒有什麼與民爭利不爭利的事情，他應該是為民去找到這個民眾最大的利益。從富有友善環境到人手共強化，國家也重視生育率，就應該為也重視兩點。好，透過樣片看到，漢卡進步嘅制度老方式吼，係大家強下來做。該啱先請問安尼個胖有肥胖歷史中吼，伊也到了個幼兒界也關心了個議題動機嘅。啱先會請問吼，跳下幼兒界討論到了下個進度係講吼，其實了個保育嘅工作啊。社區化、普及性高，
系动重要嘅事情，很讲什么像跳过安用以社区一个关照关怀的据点，也系讲这种社区部落的托育，大家嘅力量强下来做，还甲个跳过政府方面，基督本单又付出嘅，还有佢天然也介入了这个民间的整个力量，他从中整合，然后再来分配这样资源，然后鼓励大家更多的人力投入，喺咩期度？你改革了，从信主也系准备安度研究、安度生意呢？改了这种现实的客观条件之下。大家做得走哎，除了幼儿园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也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小型、小规模的，就是说也许教育处这边或者是中央，是不是可以在中央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比较上位的一个法，也可以都把它制定下来？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比较小规模的保育事业，那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解决目前的师生比太高，所有的那个叫做。素质不管是老师的劳动条件也好，那个小朋友的受教权也好，所以不是单一的什么公幼园所、私幼园所，其实那小的散布在聚落邻里之间的小的是不是可以辅导这样的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保育事业？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有专业的幼教业者，他后来。他就回到他的社区去了，他不在机构，他不要在机构去工作，可是他有他的专业。这民间的点可不可以来广设哈？这是一点是，还有其他的比较小型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目前在新竹市也跟社会处，因为我们在新竹市立案的那个 NGO 团体嘛，我们也有跟他提了一个叫做社区，就是广设一些叫做社区的育儿资源。就所谓 support 的这个资源的个据点。刚刚我们的副处长有提到，其实这种资源南北都有设，对，仍然不够，因为不够啊，因为就像刚刚有很多的妈妈也有说啊，就是说我也不一定有车啊，然后我专程到那边，那边就是所有竹北的人的小孩都要去往那2个地方挤，就很挤啊。是。那所以大概就是说，我们会去积极的去看，是不是可以讨论出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社区型的育儿资源据点。谢谢潘律师。所以这个加速不是加速这一间一间的园所，因为它耗时费力，在这个竹北地区寸土寸金啊，你要新增空间来增加园所很难。那我们来加速什么呢？加速小而美，然后它是点是分布在社区之间，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思维呢？我们也请这位举手的这个家长来分享一下。去年保姆那个妈妈带了2个小孩事件，其实对我们整个妈妈圈冲击是相当大的，是打击。我每次看到一次，我就会哭一次。那时候我当咨询志工，其实我也很舍不得，当下我没有去帮到他。是。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动一社区一托幼，就是社区里面自己去设立一个托育中心，然后有才能的妈妈可能她可以来 follow， 比如说我要负责孩子教育什么，然后要上班的妈妈就去上班，然后妈妈可以来平均分担这样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来提出这样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要造成跟公家单位我们造成一个敌意的对象，或者是给他们那么多压力。不是，我们绝对不是，我只是想出我的想法一起来讨论。因为你刚才讲到那南北托育中心，我们要想到说我们竹北的一个建筑的风范。它是在大楼形态的，它每一户人家关起门来，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完全不知道。那我们要怎么样进驻到从点到线到面整个拉出来？因为你要叫妈妈踏出来，基本上很困难。好，这个问题非常好，但我们在统整其他提问，我们在一边请他回应。你好，社区它有公共空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的住宅的那个形态都是大楼。它可能是公寓，可能是一小个房子什么之类的，它没有办法可以聚集一堆妈妈一起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希望有一些闲置的空间可以运用出来，比如说就那个黎明的集会所他每次都关在那里在干嘛我不懂。然后还有就是说感觉上好像做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给老人啊，就是有一些娱乐的部分。可是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那个老人家过来以后，我们小孩就要退走？不是吧？那我们应该要是大家一起的。你既然想要恢复以前的那种村子的生活，老人家你为什么你就放心给老人家照顾？是因为你认识，对不对？那你如果不让大家让彼此认识，那请问我们从何开始？是，那副处长我都会请问哈，多大家重新给分发，有可能去做的吗？他家他做的抬价很多，其实在方方面面上都还是得到很多的限制。托婴中心的设置，其实它有非常严密的一个标准，因为0到2岁的小朋友他非常脆弱，然后风险也非常高，所以假设今天
民间要来做，对，要我们社区的爸爸妈妈来一起照顾，或者是说我们托他照顾，其实这个意愿的程度可能还要去考量。当然，我们的利益是很好，但是在执行上确实要考虑到非常多细节的部分。对于我们一些社区大楼，可能一些可能资讯比较封闭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政府部门可以透过我们南北区的我们的2个保姆系统，我们一定要它结合我们管理委员会，来发布这样的讯息跟活动的一些资讯，让他们能够带他们出来，走出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大门，来加入我们这些不管是亲子教育或者是一些育儿的一些资讯，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强化的。我再开放现场，然后后来再来请我们的杨科长回应。现在每一个幼稚园有要求不能超过30名小朋友。是，如果今天建设学校有这么大的困难，我知道县府有地，只是没有钱。好，那这些都缓不济急。那有没有可能，就我自己小孩的小学来讲，国教署有一个要求说，金枝国教，那是92年14年前的事情。好，每一个班级不能超过30个小朋友。那所以你觉得应该是因地制宜，它那个限制上要松绑才更实际。松绑，我讲的不是说拉回去，而是92年。92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班35个人，我这个年代一个班级大概50个人。好，那我们可以理解，现在孩子不好教，从35人下修到29小朋友，是不是因地制宜的是要在竹北请教育部写专案，在8月30号以前报部国教署，让他把每一个班级的人数增加。你可想而知，整个总量管制的学校，每一个班放宽6个小朋友。还有什么排序的问题吗？是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先谢谢。像我全职带3个小孩，其实我老大今年抽中了公幼，可是他不想要去，因为我家的小孩比较想要跟着妈妈，在妈妈的身边，他不想要去。是，对。然后那像这样的话，我还是愿意说继续带着他。那像我这样的全职妈妈，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可以喘口气的地方？可是不是幼稚园，可他可能真的就是像所谓的李明聚会所，一个可以让你就是去喘口气坐一下，可是他们玩的地方可能是不受限制，或是很安全，或是沙坑，可是有遮阴，不是很晒的这样子地方。整理2个意见哦，一个不管是幼儿园或小学或国中，在竹北地区都是爆量的，所以在这个因地制宜，它有一时一地的特殊条件，有没有可能在政策上弹性的松绑，来解决现在这样子不足的问题？这个是求量。第2个呢是求质，现在已经是崇尚自然同整式的学习来培养孩子好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养成，所以他们希望这有没有直接的资源到家长的身上，这是2大，一个质一个量。那我们请雅雪再做一个补充，我请科长来做回应。就目前，亲子馆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但是如果亲子馆只是流于一个硬体的设施，大家我带着自己的小孩进去玩2个小时、1个半小时就出来了，其实很可惜。如果我有更多人性化的照顾，去把这些妈妈圈在一起，或者说了解这些妈妈的需求，或者说让这些妈妈有一些人力专长舞台的发挥，我觉得这个可以更就是让这个亲子馆变得是更有人味、更不一样。是。那我记得那个前处长田处长，他也曾经来拜访过小村子，因为他想要了解说，为什么以一个在李明集会所这样子的聚会，为什么来这边的妈妈，参与度或是粘着度这么高？为什么？总有理由啊，找出那个理由来做。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公家机关那样子的豪华的、优美的设施呢？其实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次要的，硬体的设施就是软体的、人的，或者说你关心、你在乎他心里面所想的。听懂了哈，教育的根本就是人本啊，哈，就回归到感情，感情就是人。我们请杨科长在民间力的运用呢这一块。我也觉得这样的构想当然是很好，因为我们也会希望学前教育这一块它是属于一个进变性的一个服务。当然，现在目前就我们公部门这样的一个力量，当然是还需要有努力的空间。但只是说，如果是就我们所谓的民间妈妈自发性社团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那我必须还是要很坦诚的说，那以目前来说，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存在，它是属于我们比较部落的一个区域，他们一样都是部落地区里面的妈妈，他们自己在照顾这样的孩子。可是
其实走了这么多年，到最后他还是必须得走上一个立案的一个程序，就是让它合法化。因为我们必须还是要去保障他小朋友在这样一个活动环境的安全。我们再来开放现场，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可以并讨论的。那我非常认同，就是其实爸爸妈妈是孩子最初的第一个老师，所以我一直在想说，除了公幼之外，在我们孩子进入公幼之前，那个学龄前的这一个教育这个部分，我认为除了像刚刚亲子馆就是提供了硬体设备之外，资源中心，如果能够好好的利用，就是比如说我们父母带着孩子来到这里，然后政府可以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专业的托育员、保育员在那边顾小孩，然后爸爸妈妈可以在这个时候去上父母成长课程。成长课程。那对于我们的一些教养观、教育观的提升，一些概念的提升，这是整个社会值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的。我相信政府是很有心在做事，但是为什么刚刚觉得说政府做的跟我们民间觉得的想法有这么多的落差？怎么一个好像在空中，一个在地上？那我刚刚就一直在思考说，怎么结合公权力跟民间的力量？因为虽然说有一个亲子馆很棒，可是像我自己，我还不太会开车，然后公共交通工具可能有限，可能没有公车之类的，也去不到，看得到吃不到。然后再来，新竹风这么大，谁敢骑机车载小孩？对，那太危险了，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妈妈需要的是一个我们背着小孩可以走得到的地方。所以我认为社区的这个里民活动中心，甚至是社区的小学。假日利用小学的空间，小学也有一些游戏的空间之类的，就是从我们这种全职妈妈把孤岛变成群岛，由 me 翻转过来变成 we， 哇，对，这个 we 就是一个团体的力量。该报妹就讲起毅然，你起家就系爸爸哈，你下讲就该数量啦哈，还有大家家中都紧讲到哈，了解。右伞跟宽紧哈，其实靠现在僵化或固定的法规做的事情真的不多。那个动能要起来的话，民间的力量要活化，或者是一些规章配套都要重新再设计。两部分作为一个爸爸也系民意推表，你也宽发建议。向前公所的推进吼，状况其实都唔好，吼，我直接发钱本台一个该两种政策好，受大家欢迎，好。母工人母本谁有聊的为说啊，两点事情一直都不是我们政治议程上面很重要的事情。那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这边段放云看到大家，你都要 key 出来啊！然后政府要 Q， 是想该老师哈以前的老师啊，你喊妈妈讲哎，key 出来让政府要 Q。有慢音有慢音，我觉得刚刚听到非常好，就是许多的公共空间都其实都可以再利用的，尤其社区的活动中心。社区的活动中心，那白天都在养蚊子。我在议员的任内，尽力的让白天的时候可以让老人家可以进去，好，不管做健康讲座，好，不管是供餐的方式来处理，那稍微提升使用率。可是谁欧呢？没啊，好，所以我也希望县政府啊，哈，不管是社会处啊，主管这个社区业务的哈，那乡镇市公所，那真正实际管理的单位乡镇市公所，甚至他已经在社区的里民活动中心这件事情，可以让这个社区活动中心更活化，让这个使用率能够提升，不要再想要盖什么大型的建筑物了，我们要增加软体的建设。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谢谢。非常感谢钟议员。好，今日嘅论坛吼，你有谈到各种目强用嘅意見，目前家中風也係見警察，也係講體育線嘅搞事都有目強開發。最後這個結論時間，我要請教我們的謝主任。我很肯定，剛剛有很多家長在講哈，就是爸媽其實是孩子最初的一個父母哈。我相信就是幼兒教育它其實非常重要，可是當孩子進入到幼兒園或者所謂的體制內的教育的時候，其實他如果在家庭裡面有養成好的習慣、好的品格，哈，那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對孩子一生的發展其實非常重要。那當然，等到進到體制內的學校的時候，再培育，再加上一個好的教育的資源，哈，那其實我覺得，我相信我們國家的孩子其實都可以是很健康，然後是在一個很正向的一個發展上面。那我覺得我們其實等到老以後，我們就是活在這一群孩子創造出來的一個世代。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好，非常感謝謝主任，還有動到的裏邊都講到了解議題吼。你討論下咧也發現到，其實了解交通、解機會還有偏推吼，係一個當重要嘅事情。因為大家各方都有冇強烈嘅困法，所以講到挑過嘅做法吼，大家冇鬆下交通，了解溝通跟黏着度唔啦，所以動到嘅事
情走出来不如预期，所以像安样个村民大会可能会加快加冲吼，常做啲堂头大家个上映，也做啲政府部门个回应。好，村民大会今日讨论按丰富多演出道理啊吼，希望大家能把还有机会个针对了个幼儿教育个整体政策个好好咧反响讨论。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也感谢大家来参加哦。希望大家下日再会。